你知唔知道一間香港地產公司其實已經悄悄變身成全球基建巨頭？長實集團帳面上盈利跌咗超過20%，但係 Felix 話呢個數字係假跌，背後原來大有文章。仲有 Green King 100萬人3個月內下載忠誠度 Epic， 收入升咗7.4%，但減值卻由12億擴大至16億，到底係有得救定係無底深潭？最重要係集團手持超過417億現金，仲有大量資產出售，所得陸續到位。呢筆錢究竟點用，係決定長實能否重新被市場估值嘅關鍵。今集我哋嘅分析又深又辣，保證你睇完對長實有完全唔同嘅睇法。千祈唔好走，精彩嘢喺後面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I 財演，我係主持人 Helen。今日我哋要深入分析長實集團，佢係香港最大地產發展商之一，業務橫跨地產、英式酒館、基建及實用資產，遍及香港、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等地，員工約57,000人，係恒生指數成分股。今日我哋會討論長實集團2025年全年業績公佈後，其未來發展前景及投資價值。首先有請 Bonnie 從行業前景角度分析長實集團目前嘅處境。多謝 Helen。長實集團係香港地產界嘅老字號，不過我發現佢近幾年其實已經唔係一間純粹嘅地產公司啦。睇返2025年全年業績，基建及實用資產業務嘅溢利貢獻已經超越傳統地產業務，成為最大利潤來源。呢個轉變係好值得投資者關注嘅。集團業務橫跨英國配電、食水處理、歐洲能源管理等等，呢啲都係受政府監管嘅公用事業。收入相對穩定，好似一個隱形嘅收租機器咁。不過我哋唔可以忽視幾個行業逆風。香港地產市場持續疲軟 ，Blue Coast 項目要以蝕讓方式銷售，撇資超過23億，反映市場定價壓力依然好大。英國方面 ，Green King 受英國通脹高企拖累，資產減值按年擴大，由12億增至16億。情況仍未見底，內地租賃市場亦持續受壓。上海梅龍鎮廣場合營期滿後，更失去租金收入。整體而言，長實正處於一個業務轉型期，由地產主導轉向多元化全球基建，方向係正確嘅，但轉型期間嘅陣痛係實實在在嘅挑戰。多謝 Bonnie。佢提到長實正處於業務轉型期，基建業務已經成為最大利潤來源，方向係正確，但轉型期間係有陣痛，呢個觀點好有見地。我想請教 Felix， 從財務角度睇，長實今年股東應佔溢利下跌超過20%，但同時佢嘅負債淨額與總資本淨額比率只係2.3%，財務槓桿好低。究竟長實嘅盈利能力係咪真係在走下坡，定係呢個跌幅背後有其他值得深究嘅原因？ Helen 問得好，其實呢個20%跌幅背後有個好重要嘅會計因素，投資者要分清楚先唔會誤判。2025年股東應佔溢利跌至約108億，主要係因為投資物業公平值減少約11億，而2024年係增加約13億，兩者一正一負，造成約24億嘅差異。呢個係非現金項目，唔代表業務本身盈利變差。如果睇扣除投資物業重估影響嘅溢利，即係投資物業重估前溢利，2025年係約120億，只係按年升2.3%，反映核心業務其實係穩定嘅。我發現另一個容易被忽略嘅數字就係 Blue Coast 項目嘅撇資超過23億，呢個係一次性項目，唔係長期盈利結構嘅問題。負債率只係2.3%，現金持有超過417億，流動比率高達4.46倍。呢啲數字反映集團財務底子係相當紮實嘅。標準普爾同穆迪都維持 A 級評級，呢個對於一間地產公司嚟講係好難得嘅。所以我認為長實嘅盈利能力並非走下坡，而係處於資產結構調整期，一次性減值同公平值變動掩蓋咗核心業務嘅穩定表現，投資者要識得拆解呢啲數字先至公平。多謝 Felix 咁清晰咁拆解財務數字，佢提醒我哋要識得分開一次性項目同核心業務盈利，呢點係好重要嘅投資者視覺。我想請教 Bonnie， 剛才你提到 Green King 面臨英國通脹壓力，資產減值持續擴大，
但我留意到報告裡面有個有趣嘅數據，就係 Green King 嘅收入其實按年升咗7.4%，仲有100萬人用緊佢哋新推出嘅忠誠度應用程式。咁喺行業角度睇，Green King 呢盤生意究竟係有得救，定係一個長期嘅包袱？長實應唔應該繼續持有？好問題。Green King 係長實一個好複雜嘅資產，我哋要用多角度去睇。首先，收入按年升7.4%係真實嘅，100萬人用忠誠度程式3個月內達到呢個數字係相當驚人嘅，反映品牌吸引力仍在。Green King 成立於1799年，旗下超過2500間酒館，而且80%物業係永久業權或長期租約，呢個係好大嘅資產護城河。不過我要指出，收入升但利潤跌先係問題所在。2025年扣除資產減值後嘅收益只係3億1300萬，按年大跌42%。資產減值由12億3300萬擴大至16億2000萬，反映資產本身估值係持續縮水嘅。從行業角度睇，英國啤酒銷量12年內跌幅超過1/3，年輕人轉向無酒精飲品，呢個係結構性趨勢，而唔係週期性調整。好比柯達面對數碼相機衝擊，咁係長遠挑戰。我留意到管理層已經投資英鎊2億1900萬去升級物業，推出 Hive 同 Nest 概念店，但成效需要時間驗證。所以我認為 Green King 係一個需要持續關注嘅資產。短期內難以扭轉減值壓力，但完全放棄亦未必係最佳選擇。關鍵係數字化轉型能否改變消費者行為。多謝 Bonnie 咁深入分析 Green King。佢提到收入升但利潤跌，資產減值持續擴大，係個複雜嘅資產。而家我想轉個角度請教 Felix。我留意到報告入面有個好有趣嘅數字，就係集團喺2026年1月已經完成出售 UK Rails 全部權益，套現約116億。緊接住又宣布出售 UK Power Networks， 咁大規模嘅資產出售對集團嘅現金流同未來資本配置會帶來咩影響？ Felix 分析一下 ，UK Rails 套現約116億，UK Power Networks 仲未完成，兩個交易加埋係相當龐大嘅現金流入。我留意到集團截至2025年底，本身已持有現金超過417億，加上呢兩宗出售所得，集團手頭現金將會非常充裕，流動比率本身已經係4.46倍，係同業之中相當突出嘅數字。咁多現金，資本配置就係關鍵問題啦。從財務角度睇，我發現集團有幾個可能方向。第一係繼續拓展社會基礎設施，包括德國護老房屋、瑞典支援房屋以及澳洲碳封存農地，呢類資產現金流穩定，符合受監管業務嘅特性。第二係加大股東回報，2025年每股派息升至1元7角8分，按年升2.3%，加上2024年已回購逾4890萬股，斥資超過15億，反映管理層有意識地用資產出售所得回饋股東。第三係時機收購優質資產。李澤钜一直強調財務紀律，保持低槓桿，係為咗喺市場波動時把握大型併購機會。不過我要指出一個潛在風險，就係大量現金閒置係有機會成本嘅。如果唔能夠及時部署，回報率將會受壓。現時 P/E ratio 約13倍，市淨率低於1倍，估值係偏低水平。但能否重新評級，關鍵在於資本如何有效再投放。多謝 Felix 咁詳細分析資本配置。佢提到集團手持大量現金 ，P/E ratio 約13倍，市淨率低於1倍，估值係偏低水平。我想請教 Bonnie， 講到估值偏低，市場上其他香港大型地產股，例如新鴻基、恒隆、九龍倉，佢哋目前嘅估值水平同長實比較係點樣？長實嘅多元化全球佈局喺同業比較之中，究竟係優勢定係折讓？好問題，我喺研究報告入面做咗一個同業比較，發現呢個問題其實好有趣喎。先講數字，長實目前 P/E ratio 約13倍，市淨率低於1倍；新鴻基 P/E ratio 大概係10至12倍，恒隆係8至9倍，九龍倉係7至8倍。表面上長實估值係略高於同業，但係大家要留意呢啲公司嘅業務結構係完全唔同嘅。恒隆同九龍倉主要係靠內地同香港商業地產，近年租金收入持續受壓。
恒隆2025年總收入按年跌11%，物業銷售更大跌83%。相比之下，長實基建業務已經佔日利最大份額，呢啲係受政府監管嘅穩定現金流資產，理論上應該享有較高估值倍數先合理。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現象，長實嘅多元化全球佈局，市場係當成折讓而唔係日價去定價。主要係因為投資者難以用單一框架去評估一間橫跨英式酒館、基建、地產嘅公司，增加咗分析嘅複雜性。加上 Greene King 減值問題同英國資產出售的地緣政治敏感性，令市場有所保留。所以我認為長實目前嘅估值偏低，部分係合理反映業務複雜性，但部分亦係市場未有充分定價其基建資產嘅穩定價值，呢個係潛在嘅投資機會。多謝 Bonnie 咁精闢嘅同業比較分析，佢點出長實嘅多元化佈局被市場當成折讓而非日價，呢個觀點值得深思。請各位觀眾朋友 subscribe 本頻道 AI 財演並開啟小鈴鐺，咁先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投資分析。Felix， 我想請你從風險角度入手。集團手持大量現金兼低負債，但佢大量資產係海外，特別係英鎊資產佔比唔細。匯率波動對集團整體財務表現究竟有幾大嘅實際影響？好，我分析一下匯率風險對長實嘅實際影響。集團外幣借款佔總借款約67%，主要涉及英鎊、澳元同人民幣，呢個比例係相當高嘅。以 Greene King 為例，2025年英式酒館收入高達262億，全部係英鎊收入。一旦英鎊對港元貶值，換算返嚟嘅港元盈利就會縮水，呢個唔係小數目。我留意到集團有採用利率互換合約去管理風險，大約50%係定息，50%係浮息，反映佢哋有做對沖部署。但匯率對沖成本本身都係一筆開支，係有代價嘅。從數字角度睇，如果英鎊對港元貶值5%，單係 Greene King 業務換算，日利大概就會減少約10億港元，呢個影響係唔細嘅。不過集團有一個天然對沖機制，就係英鎊資產對應英鎊負債，資產同負債用同一貨幣計算，減低淨匯率敞口。我要指出一個投資者容易忽略嘅風險，就係 UK Power Networks 出售完成後，集團會收到大量英鎊。如果英鎊當時偏弱，換算港元嘅所得就會打折。所以話匯率風險係實實在在存在嘅，但集團規模夠大，對沖工具亦夠用，影響係可以管理嘅。好啦，感謝 Bonnie 同 Felix 今日精彩嘅分析，我嚟做個總結。從利好因素睇，第一，基建業務已經超越地產，成為最大利潤來源。受監管嘅穩定現金流係核心競爭力。第二，財務底子極度紮實，負債率只係2.3%，現金超過417億，流動比率4.46倍。標普同穆迪維持 A 級評級。第三，資產出售策略成功 ，UK Rails 同 UK Power Networks 出售大幅增加可配置現金，為下一輪投資提供彈藥。第四，估值偏低 ，P/E ratio 約13倍，市淨率低於1倍，股息率約4.3%，對長線投資者有一定吸引力。不利因素方面，第一，Greene King 結構性挑戰嚴峻，英國啤酒需求長期下滑，資產減值由12億擴大至16億，係持續隱憂。第二，香港地產市場疲弱 ，Blue Coast 蝕讓撇資超過23億，短期內盈利壓力難以消除。第三，大量現金閒置存在機會成本，資本再部署能力係市場重新評級嘅關鍵。第四，匯率風險不容忽視，英鎊資產佔比大，英鎊若貶值5%，日利換算可減少約10億港元。技術分析方面，現價約51元，2角5，相對強弱指數處於62至65水平，動能尚算健康，未到超買。支持位方面，50元係心理關鍵強支持，其次係48元5角嘅20日線支持。阻力位方面，52元係短期前高，突破後才睇53至54元。現時風險回報比只係1:0.6，低於理想嘅1:1.5標準，追入值博率唔足。技術上建議等待股價回調至48元5至50元區間，相對強弱指數回落至50水平後確認反彈，再部署入市，風險回報比會更理想。
長實係一隻適合穩健型投資者作長線持有嘅股票，但短線追入需要耐心等待更佳入市時機。多謝兩位嘉賓今日精彩分析，亦多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睇 AI 財演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分析提供到一啲新觀點俾你哋，懇請大家幫手都 subscribe 我哋頻道同埋開啟小鈴鐺。你哋付出呢兩個 click 先支持到我哋，繼續為大家提供新嘅資訊。大家如果有其他股票想我哋幫手分析，都可以在影片下留言，我哋會按需求作出安排。再次多謝大家收睇 AI 財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